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韩国演习这个月要举行，国安高层表示，中共这届假消息是操作蔡总统演练刀锋甲铁条，国防部呼吁民众唔通乱听网络谣言。最近台中有民众骑奥托摆热甲腰子衰竭，最近这几天天气热，今仔日上热的天气出现伫台北的树林峡有38度1。为着要防止民众互人骗，政府拍算甲简讯通知发送号码改做是3号，方便民众判断按算年底要来推动。韩国演习这个月要来举行，中共逐年拢会进行一大关的认知作战。国安高层表示讲，中共这届操作假消息是要操作蔡总统演练刀锋甲铁条。国防部也呼吁民众唔通乱听网络谣言。有专家表示讲，台湾当来面对一个大挑战，就是分辨这寡资讯倒位是对中国放出来的，而且这也影响到台湾应变的材料。国军汉光演习要伫7月20日举行，中共每年拢伫演习期间对台湾进行认知作战。5月20日，新港强军会使用24粒东方飞弹消灭美国福特号航艦打击群。有国安高层讲，中共这摆认知作战有2大重点，分别操作蔡总统演练刀锋甲铁腿桥民。专家分析，中共想要打击国内民心士气。汉光演习本来就演练转换指挥所，另外台海经济情况，各国也有铁桥演练的准备。台湾确实有可能因为一个意外事件、一个偶发的事件，导致相当程度的军事紧张，甚至军事冲突。所以各国现在要开始把封存很久的撤侨计划拿出来重新做检讨，拿出来重新做修改。假讯息确实是包含了一些比方说流传所谓演习科目是为了外国撤侨、元首出逃，对于攸关国家安全的这些相关资讯呢，以国防部的发布为准。那么不要听信转传这种非官方或者是网络的谣言。另外，对中共下半年研判可能操作选举、制造战争甲和平的选择，专家认为也讲上早。不过，台湾即阵面临一大挑战，就是爱分别出倒一寡是中共官方主导的认知作战，也可能分散咱方应变的能量。台海无平静，俄罗斯支持中共2架俄国护卫舰响亮号、原美号，大概7日出现伫宜兰东澳外海大约26海里的所在，我军咱24海里连接区。中共官方媒体央视军事发布，这2架军舰设军到上海访问，学者认为反制美方意味真高。目的是这个回应这个近期的这个中国一连串的就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俄乌战争里面的一些这个支持的这些举动啊，是对这个美国加上其他盟国这个在近期在这个台湾这个海峡这个台周边就是进行这所谓的就是这个自由航行权行动的一种这个算是支持中国一种回应的行为。俄罗斯军舰访问中国，日本也真关心。而中国军舰未来是不是联手出现伫台海？学者讲，俄国海军的实力是不如以往，也过无排除这个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2024总统大选，外界也伫咧关心美国的态度。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今表示，美国是钦佩台湾的民主，不过选举的时阵未徛高平。伊也强调讲会含参选人见面，不论啥人选调，美国政策是拢未改变。副总统赖清德、新北市长侯友宜、民众党主席郭文哲3党总统参选人做伙出席美国独立纪念日的酒会，显示对未来台美关系重视。AIT 主席罗森伯格也向媒体询问对台湾大选的看法。伊讲，对台湾的民主伊真敬重，袂伫大选选高一人。也反对境外势力的干涉。It's not in any way about interviewing them. Whoever the Taiwan people elect as the next leader is somebody who the United States intends to continue to partner with closely. Our policy is not going to change. 罗森伯格讲，美国政策未因为向执政来改变。另外，对台美避免双重课税这个问题，伊讲华府对这个代志真关心，目前正在找找可能的解决方案。最近，美国批准新一波对台军售，和中国批评制造台海局势紧张的因素。罗森伯格对这件代志讲，美国的政策未因为中国的不满来改变。Supporting Taiwan self-defense is something that will continue, even in the face of very loud complaints from Beijing. That's not going to influence the U.S. approach. 罗森伯格嘛讲，
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前主席穆伦也讲，美国应该爱支持台湾，阻挡中国，让习近平知影武力攻台无胜算。不过，伊认为美国对台湾战略无明确是无必要改变的。I worry, quite frankly, that if we move to strategic clarity, we actually move closer to the possibility of war, and that's just my personal view. 穆伦指出，台湾是美中的核心议题。当时北约峰会前，立陶宛嘛发表针对印太区域上新的政府策略，甲台湾的贸易关系是当局策略优先的业务之一。佮批评中国独裁挑拨，展现挺台湾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总统参选人，民众党的郭文哲甲国民党的侯友宜，进前党提出重新启动服务的议题。这服务就是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今早起呢，有30多位做美容做头前的业者去到立法院陈情，因是反对服务。就学者也讲，中国最近经济长礼拜，少年人失业率也伫咧增加，真侪国家拢无想要挖靠中国，那咱台湾是会当有其他搁较多元选择。服贸通过。工作难做。叶标语发口号，美容和电头门店的业者初7早起伫立法院陈情要反服务，因为因烦恼国民党和民众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和郭文哲进前讲要停启服务，会严重影响到4万外间业者。中国的更多的美发品牌以及所谓的美发师可以进入我们台湾的美发市场。这无疑是对我们的本土的美发业者造成了更大的竞争以及压力。台湾的美发市场就是这么的饱和了。接陈情书，民进党团强调坚决反服务，民众党团是中信，郭文哲唔捌讲过要停启服务，但是两方之间经无交流是无法度避免的。关键就是要甲监督机制做好。国民党团是无派代表参加，干那讲尊重。另外，新党台北市议员侯汉廷甲北检市零，讲要到大清德含地行民代11例。因为民进党近期的不断声称，所谓一旦开放服贸，就会有大量的大陆劳工来台湾抢工作，等等胡言乱语。侯汉廷说，服贸通过不会有中国劳力来台，这完全也是错的。当时里面的内容是，来台的资格只要具备专业的技术，5年工作经验就可以来台。10当前，日头火学运成员之一的詹佩如讲，侯汉廷是诬告。学者讲，中国最近经济成长衰退，少年人的失业都是一直起来。停启服务和中国企业和做代志的人来台湾，一定影响到服务业。面对风险的承担能力比较低的这些产业，一旦你开放了这个中国低价的这些服务业来的时候，它当然就会对我们的这个当地本地的这个就业带来很大的这个取代。学者分析，世界各国都长在减少靠中国做代志，把风险降落来，中国嘛应该要找个较多元的经贸伙伴关系，唔是干人拢藏伫中国一个拿来。记者综合报道。在2015年发生八仙龙园珍宝案，造成15个人死亡，400多人受伤。这个活动的主办人卢中杰会向判刑5年，今仔日基本出监狱。伊一出来就批评新北市长侯友宜，讲伊爱家回失礼。那新北市政府是表示讲，就爱尊重司法的判决，爱负责的人用这款诚恳的态度来去面对。唱歌大爆细胞办手续，万式创意负责人卢中吉主办彩色 party 造成八仙珍宝，判刑5年定案，初7早起刑满出监，严贵讲有话要讲。八仙，你们就是不是无辜的。侯友宜出来好好的面对。请问你的信守承诺在哪里？你说八仙不会过海，现在八仙全部过海了，我以后绝对会如影随形。直接对着新北市长侯友宜要求出面核实的，若无讲会一直甲加掉咧。新北市府回应，司法的判决必须被尊重，应该负责的人也应该诚恳的态度来面对。也毋过，就连罹难者甲小业认为讲，除了卢中吉，八仙乐园甲政府单位嘛有疏失。八仙乐园它是违法在经营，主管机关交通光局跟新北市政府，他们你们知道，但是10几年来都是这样子。这个是义之言，弊之言。2015年这事故造成15人死亡，400多人受伤。被害人甲罹难者家属陆续拍民事的官司，要求赔偿。小机会协助提起2波团体官司。卢中吉这摆出家强行也面对真悬的赔偿。钱的部分我一定是还不出来的，我必须老实讲，这4亿是应该我来赔嘛。如同我前面已经讲过了，
司法你们要我吞下这10亿，你们自己慢慢吞。如果他的财产呢只有这么100多万的话，你说他有可能说能够赚个几亿然后做赔偿吗？那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哦。所以我们觉得整个还是希望说能够判决的结果能够认定呢，法院能够认定说八仙还有他的一个主要负责人要负赔偿责任啊。跑头一批团体官司的98人，一审判赔4亿外，已经上诉2审。第二批300多人也伫一审审理。官司拍这侪年也未结束，其中法院大部分敢若判卢中吉必须赔偿，也毋过伊是毋是法度付会出来，也阁毋知影。记者综合报道。去年8月，伫咧台南发生台警察的案件了后，法务部提出修法，要求管外一家的人选标准。不过，却传出几多年前伫台北信义区夜店台警察的凶手易宝煌判刑了后，即马煞伫咧外一家引起网友批评。交警署表示讲，易宝煌伫去年3月就互选去台东武陵的外一家，而且伫咧选的过程，伊的名声拢无公开。那相关的修法，目前还阁卡伫咧立法院的一审尔。都知道，礼拜4晚上本来是前立委杨国昌开直播讲述解老围区下骹有一个网友赞声，批评政府拍假球，继续选台警官伫外一监服刑，根本把警察的尊严放伫涂骹搭。我一定会上诉的，对。那妈妈有说什么吗？再回去跟妈妈再讨论。讲的人就是伊，演员易小宽的后生易宝煌，真侪年前甲朋友伫台北市信义区甲关键市政局拍死，犯下夜店台警案，判刑9年定案。不过伫北监服刑3年后，就得到外一监的资格。这个条件都是符合的啦，然后我们遴选小组里面也是他够半数通过，所有参加遴选的受刑人去识别化，没有办法很猜得到这个人是什么人。其实去年8月，台南发生外一监多犯林姓娥杀害2个员警了后，法务部已经提出修法，资格变将严。不过校正署是讲，相关修法目前也卡伫立法院一读。易宝煌互人选去台东武陵外一监是发生伫台南台警案进前。遴选制度应该要公开透明化，让民众有知的权利，而不是单纯只有把这个社会问题揪出来给大众去承担而已。失落跟气愤都会有吧？对，因为就会觉得说，那我这么我可能很努力的查案件，把犯人抓到了，目的跟意义是什么？这种台警察的重大暴力犯，伫法规修正前也是当去外一监，警界难免心寒。有基层员警讲，应该互核选资格更加公开。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几天，这天气是烧烘风，原来是受到这太平洋高压甲西南风的影响。今日上界悬的温度出现台北市有38度1。气象局也讲，这款热翕翕的天气会一直到礼拜。伫台中呢，就民众骑奥多拜，而且伊上过热半中度，身体无爽快。加在巡逻警察有甲发现到，送病院了后，才发现讲，这翕热已经造成伊急性腰肌衰竭啦。那你从几点开始睡的？睡多久了？睡多久了？没事。记者停伫路边，人煞趴伫顶面困去。这个57岁姓叶查甫人，和台中巡逻警察发现叫精神，虽然伊讲无代志无要紧，也毋过看起来真无精神，也一直喘个皮喘。警方赶紧打119来救人。现在哪里不舒服？胸口痛吗？现在这样子不可能没事啦，你都已经坐船了。警方讲，当时晚中到台中的气温要到36度，一直考验这查甫人去医生看，评估了后才发现原来是天气热，脱水造成急性的腰肌衰竭。因为就医可能无命，加在经过治疗了后已经出院。男子啊，他表情扭曲，狂冒冷汗，那捂着胸口不断的喘气啊，那神情相当痛苦。那我们同仁啊，还是立即通报119消防人员到场协助。全台连日降温，气象局初七对着大台北甲花莲台东地区发布降温的预警，观测降温前3名分别是台北市38.1度、贵人的暖暖38度，也个屏东三地门37.9度。而这款接落来天气也一直继续到礼拜。西南风也是有比较偏强，所以在背风侧，像是花东一带还有大台北地区呢，相对的气温也是比较偏高的。根据卫福部统计，到今年6月底为止，65岁以上因为热伤害就医的就166人次，是去年同期的1.2倍。气象局预测，这3天桃园以北、花东唱歌拢是37度以上的高温，各地中昼前后紫外线指数已经达到计量甲危险的等级，民众出外活动会记爱补充水分，做好预防。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彰化县林有一间透天厝3楼，今早起发生火灾。虽然消防人员15分钟内就将火拍花，不过这66岁厝主规身躯有90%2度到3度的烧烫伤。伊甲这消防人员讲，是甲这平板电脑放伫3楼充电，可能是因为安尼先来导火。不过这详细原因阁需要调查。消防员赶到现场，透天厝的窗仔门已经看得到火，阁有阵阵的火烟窜出来，场面看到真惊人。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啊，有一户已经出火燃烧，那有一位民众呢，他已经出来啊，身上疑似有一个烧灼伤的现象。彰化湾林市这间透天厝车漆火烧厝，好亲像导火点的3楼已经烧甲拢乌去，好甲在警消到场15分钟内把火拍花。不过66岁厝主规身躯烧烫伤，紧急送医，目前也搁伫观察。全身大约90%左右，2到3度的烧烫伤，颜面也有，颜面呼吸道附近都有严重的烧烫伤。类似说好像是在冲平板爆炸。厝主甲警方表示，迄个时阵伊甲平板电脑放伫屋上的平台顶充电，伫2楼听到爆炸声，赶紧冲上楼要拍火，不过火愈来愈大，无法度控制，嘛造成规身躯严重烧烫伤。确实的导火原因，爱搁进一步调查清楚。进前伫新北才发生有查某囡仔的智慧型手表导火，即件好亲像又搁是3C 用品造成的意外，可能甲锂电池出问题较有关系。万一有穿刺、破损或沾到水产生短路，或者它的铝质保护壳产生破裂，那一颗电子就会着火，而且出现闪燃的现况。修理的师傅是讲，锂电池寿命差不多2年，若说讲有碰起还是表面损害情形，都无建议搁使用。另外嘛，爱使用有认证的充电线，充电的过程若做无正常，感觉真烧，都爱停止充电，才会当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诈骗简讯真严重，甚至诈骗集团会假做政府甲你通知，致使民众真歹判断，有的人去向骗去。为着要防止这款的情形，政府打算伫年底之前呢，要甲改做政府发出去的简讯的号码改做3号，互民众一看就认。手机可能收到交通罚款超过期限无缴的简讯，法律罚法，民众一个紧张，随点入户有 GOV 利用的查询网址，结果最后竟然互偷录卡。因为这类假冒政府机关发送罚单，所以单这无缴的诈骗简讯真猖狂。数位部规划建立共用的发送备胎机制，政府发出简讯通知，一律改用3码，预计年底进前来实施。跟各大电信业者有初步沟通，所以我们会请各大电信业者帮忙，只有透过数位部建制的这个共用平台发送出去的简讯，才能够用这3码的电话号码。那其他地方发送的简讯呢，会严格禁止模仿。基层检察官把他们办案的过程中所发现的各类型诈骗案件提出一个行政上在前端需要管理的措施，相关部会共同来研究法制上如何改进。那数位部想尽办法，法务部也举行跨部会，打击诈骗的会议，甲数位部监管会这机关安怎来规范具体作为。而政府希望对发生疾病来进行管控。这话亲像疫情期间，政府发出的1922、1988这4码简讯，因为只有政府用发送3码也是4码简讯，甲诈骗集团的手机10码简讯无同，一个看就知影真假。整体来说，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会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机制。所以，当我们的后台一起搭配来做一些处理的时候，那就可以发挥一些的效果。现在诈骗的状况应该要像指挥中心这样每天宣导，你疫情可能中了病还会好，所以就骗光有可能家破人亡。包含卖国骗这的事实查核机构一直伫网络中宣导，提醒民众注意假冒政府简讯的诈骗的手法，希望大家提高警觉，加强分别这个假信息。专家是认为改做3码也使避免民众甲真正政府简讯误认真做诈骗。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罗西亚的瓦格纳佣兵集团反背失败了后，因的首领普里格金就不搁再公开出面啊。目前是生是死全然不知。本地表态愿意接受瓦格纳集团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普里格金已经登去罗西亚。因那罗西亚的国家媒体说是把普里格金私人代志全部压出来，甚至讲这反背行为目前等咧甲调查。Новые дня силовики обнародовали кадры обысков в офисах и жилище основателя ЧВК «Вагнер» Евгения Пригожина.
俄罗斯国营媒体5月播出的收查画面显示，执法部门就是普里戈金为伫圣彼得堡的媒体集团办公室，甲一座占地1公顷半、亲像宫殿相款的豪邸，对展开猛烈的批评。影片显示，豪邸附有室内停车场、篮球场甲直升机停机坪，室内真豪华。小型军火库内底有真侪武器甲弹药，也超出规群的卢布甲外币的纸票，真侪黄金，也有真侪假护照甲假头毛。报道详细讲到普里戈金犯罪历史，表示这个兵变也继续伫调查。另外，政论节目的来宾也批评伊是叛徒。不过，普里戈金本人对6月24兵变了后就毋捌搁再公开来出现，伊的行踪甲安全也真做一个谜题。当初介入协调和兵变落幕接受伊流亡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伊讲普里戈金已经离开白俄罗斯，登去圣彼得堡，部队是踮伫俄罗斯控制永久营地。而当初愿意接受瓦格纳部队所讲的话，伊原是准算。Если они сочтут необходимым разместить определен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бойцов ЧВК «Вагнер» в Беларуси для отдыха, подготовки и так далее, мы свое обещание, я свое обещание выполню. 而克里布林宫是表示，因无对踪普里戈金的下落，无法度进一步来评论。国际新闻是会中编译。韩国政府初七有公布福岛核废水排入大海研究报告，初步认定若准日本是有照规定排放这核废水，这个辐射物伫咧海水内面的高度是符合国际标准的。那韩国有一寡海产市场已经开始自主加强检测海产的辐射达录。咱来讲到中国这边呢，因是初七宣布禁止进口日本福岛的食品，而且对日本来的这个水产品也都爱加强查验。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正式评估福岛核废水排海计划，认为符合国际标准。这个消息引起中国甲韩国的无共反应。IAEA 署长俄罗斯初七伫日本召开记者会，佮一摆说明评估内容只有针对东京电力公司的排放计划。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阵嘛强调 ，IAEA 并无威胁任何一个国家。We do not endorse the plan or recommend this to be done. We say this pla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standards. We do not take sides. I'm not on the side of Japan or on the side of China or on the side of Korea. The standards apply to all in the same way. 对此，韩国嘛伫同一天公布国内专家的研究报告，表示韩国原子能安全技术院为2021年8月开始，就对计划安全性做分析甲研究。初步的结论有确认，若是东电公司遵守规定排放，水内底放射物质氚的浓度，会是比标准更较低的目标值，是符合 IAEA 提出的国际标准。严格有关会对日本上尾后的排放计划检验适当性甲可行性，佮做最后的判断。对此，中国是有关反对，要求暂停计划，嘛宣布要禁止进口日本福岛等10个关的食品，并且对其他所在的食品，特别是水产品的强化监管，严格审核有交出来的证明文件。在韩国有部分的水产市场是已经家己加强检验海产的辐射值。 이번에 오염수 관련으로 고객분들이 너무 불안해하고 하시니까 저희가 그 횟수를 3에서 5회로 늘렸습니다. 水产业者表示，因为核废水问题，河北水产变得更加困难，这当增加检测减少人客的烦恼。而俄罗斯嘛去韩国说明 IAEA 决定，强调会伫排海计划继续进行，继续监督日本。公司新闻台是东北约。讲到南韩查甫艺人团体 BLACKPINK 伫越南演唱会主办公司的官方网站，互网友发现到这顶头呢有出现中国主张有南海主权九段线地图。越南外交部初日表示讲，这是违法的行为，目前正在调查。也若有网友是发起抵制 BLACKPINK 演唱会活动。 What's up, London? 当地世界巡演的南韩出名女团 BLACKPINK 月初上英国海底公园音乐节的舞台，创下韩国音乐团体新的纪录。7月29、32天，为头一届去越南的土地唱歌，票价上悬卖价980万越南盾，相当是台票13,000。无意外刷起目到南海主权争议。网友伫 BLACKPINK 越南演唱会的主办公司艾米娱乐集团的公司网站，发现中国主张南海主权的九段线地图，去家己网
络顶留话抵制。对这代志，越南外交部切拉强调，九段线地图违反越南的法律。文化体育旅游部也对这代志进行调查。Quảng bá sử dụng các cái sản phẩm, ấn phẩm có đường chín đoạn tại Việt Nam là vi phạm các quy định của Việt Nam và không được chấp nhận. Thì cũng có tiếc một chút thôi ạ. Chứ còn về cái chuyện đường lưỡi bò thì đương nhiên em cũng sẽ không ủng hộ. Blackpink nếu mà đi xem concert thì em nghĩ là mình vẫn sẽ có nhiều cơ hội khác để mình đi xem. Chứ không phải chỉ duy nhất lần này。专门举办艺文表演活动的艾米娱乐集团总部设伫北京，伫台湾、马来西亚、印尼、韩国加澳洲等12个国家拢有设分公司。马来西亚华裔出身的执行长周家海讲，这件代志是一个不幸误会。佮讲，网站的地图无代表任何国家的领土，并尊重每一个国家主权佮文化。若是引起争议的网页地图，其实已经无度人气。艾米表示，会换掉无符合越南人民期待相片。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Meta 公司推出要和 Twitter 竞争的 Threads， 才上线24点钟尔，就超过3000万人注册。不过也和 Twitter 指控讲偷摕因的商业机密。就专家认为讲，真侪社群平台都有分享文字的功能，若准备来告官司，应该是无啥可能。Meta 公司所属的 IG 推出新的应用程式 Threads， 切拉正式上线，随伫一天内吸引全球3000万人注册，包括一寡欧美明星甲网络名人。这款俗称文字版 IG 的社交 App 主打文字分享，互人认为是伫甲 Twitter 抢地盘。Probably oversaturated, and probably a space for new people to start coming on board and making themselves new as well. 不过因为 Threads 互动模式甲 Twitter 相同。会当发布文字内容、连结，也是图片甲影片，互 Twitter 指控偷用商业机密，放条讲要甲告。Twitter 代表律师就讲 ，Meta 雇用真侪 Twitter 前员工来开发 Threads， 是有计划侵犯智慧财产权。So I think Elon Musk should be quite careful about the way he thinks about throwing legal threats around. It's quite difficult to legally protect the idea of text in a news feed, particularly as Facebook itself did a news feed a long time ago. Meta 已经否认 Twitter 的指控，专家嘛认为 Twitter 讲法恐惊无理由，因为 Threads 目前还未开始营收，甚至有一寡缺陷，像讲无法度删除留言、无标签搜寻功能。若做 Twitter 要提出告诉，就必须要提出更加细节来证明因是抄的。Twitter 营运目前正乱，自从去互好野人马斯克买去了后，小连续发生裁员甲内容审核的争议，进前宣布要限制用户逐天会当看的推文数量，也引起创作者甲广告商的不满。公司新闻牛眼编译。来看基隆协和电厂开发案，搁再引起争议。下晡环保署举行环评专案小组第5届初审会议延续会议，那这卡伫听书问题，这会议开4点钟，拢无进入到审查。基隆市长谢国良也是头一届出席，还有环评委员甲地方政府大家是互相尊重，也强调讲，若阵环评硬要通过，到时阵地方无同意开发，是要安怎核发这使用执照甲建造呢？咱也伫咧暗头的时阵，这环评会议改去会议室，改做是视讯线顶的方式来进行。不过，使用视讯的方式是无够理想，无法充分表达意见，宣布讲另一日搁再审。经历是报数甲一站搁一站，环保署大门两边拢放阻挡人车入去的铁架啊，袂互人入去。因为顶届环保署环评专案小组伫审查协和电厂改起案，在地的团体是冲入去会议的现场抗议，互审查规个登去。这摆环保署改变民众比较听的规则，一个来，一个就出去，民众袂讲是极权国家。这是什么神奇的恩典嘛？就是我没有召见你，你不能进来，你自己不照程序来，你又害怕民众曾看到，你把所有人都挡在外面，那你这是什么封闭？就是集权的国家。这摆会议是第5摆专案小组初审会议的延续会议，本地议定互民众发言，但是包括时代力量、民众党和国民党在野党的立委，拢质疑定数问题。基隆市长谢国良嘛第1摆参加会议，还有环评委员尊重因已经做出废止4级开发同意函的决定。环评审查完，还是要回归到地方政府，就我们的理解来跟我们申请相关的一个填海造陆、跟新建电厂的建造、跟最后使用的
的使用执照。是否不太赞成的话，那我们要如何的给予新建的建造呢？但环保署中心台电摕到地方政府的开发同意函和环评审查，依法会当做伙做。内政部以及渔业法的主管机关农委会都没有去提到这个案子，它有未在任何禁止开发利用的地区，我们就依照环评法的规定来办理后续的审查。中国民众是忍受烧热的天气，透过荧幕伫咧听环评审查，张台是继续针对电视问题在攻防。会议开4点钟，拢无入来到实质审查，主席嘛2摆拢宣布休困，为了让电视会当推进。伫暗时6点进前，环评委员已经互安排去另外一间会议室，改伫线顶继续审查，互在场的人看一个公面。立委嘛批评讲，这根本就是乌龙蛇道。记者郑夏报道。今仔日伫环保署举办基隆协和电厂改建做第4天然气接收站的环评会议进前，环保团体也伫立法院头前召开记者会，因是指出讲这件代志唔来影响到当地生态，也可能影响到港口的安全。因是希望协和电厂若准备改建，要有公平正义的方案，亲像是改建做再生能源电厂。要健康，要护海，要健康，要护海。伫下晡的基隆第4天然气接收站环评会议进前，环保团体也参立法委员批评4接推塞过程并无符合正常程序。亲像4接方案为2点空发展到3点空的东沙方案，开发范围已经无同，但是这环境资讯并无重新审查，可能会影响港口的安全。超船模拟的结果，高风险的航次比例特别高。这件事情是所有人都担心，所以你会看到台湾港务公司它在书面资料难得的出现，你就知道知识体大。台电并没有把该调查的部分的环评资料送到环保署，是环评委员根本没有看到该做调查的资料。针对协和电厂的改建，环团讲，基隆地区长期受到火力发电厂的影响，而且大部分的电力拢往南部送，无符合公平。因认为改建方向应该走向正义，亲像通车做再生能源的电厂，而且因指出在地阁是环境敏感的地区。协和它的四阶，它是基隆市政府依照渔业法第44条、45条所公告划设的保育区。那它这种保育区，它依照海岸管理法也是1级海岸保育区。那1级海岸保育区依照海岸管理法12条很明确的规定，禁止改变其资源条件的使用。填海造地14点多公顷，没有破坏水产动植物栖地吗？环保团体讲，若环评结果是通过，会以多利罪提告环保署。另外，环保团体认为，基隆4接的议题是牵连全台的能源议题。现主是当咧拼总统选举的各候选人，也应该对这件代志明确表态。记者郭明婷随台北报道。政府要推动全国规划的囤房税2点控，若准这厝本来唔是家己买大，这税金上当会当扣到4.8%。有专家是认为讲，这政策若准实行了后，房地产的市场将有可能出现3大变化。第一就是这新厝唔买去买中古；第二有可能厝买较大间，甚至是有可能是买厝代替税厝。那内政部长林佑昌下晡时表示讲，这6月开放申请3万块买厝贷款补贴，头一批申請有合計有25萬戶，按算後禮拜會開始撥錢。針對中山以下房貸戶支持專案，第一波合計租計戶25萬戶，3萬塊的房貸補貼，後禮拜7月7日開始發放。第一波呢已經審核合格，也有超過25萬戶。我們即將在下個禮拜1，也就是7月10號，發放第一批的這個支持金，預計發放的金額會超過75億。為了減少厝無地使用，中央決定通過囤房稅2.0。房仲專家認為，台灣的房屋稅比其他國家較俗，條關稅率對建商甲有真濟間厝的人影響較大，對一般買厝的人影響有限。未來這項新制實施，房市可能出現一寡變化。標準的3房，那我們有2個衛浴。因為非自用主體扣房屋稅是以厝的標準單價做扣稅基礎，所以愈新的厝房屋稅愈懸，可能買厝的人會無買新厝，家己買中古的。國家房屋稅統計是以戶來算，買厝的人也有可能無買細間，改買大間的。像透天，它仍然也是1戶的概念，但是它中間可以隔比較多間的套房來出租，那它的持有成本呢，就會相對來說比它去買好多戶的套房還要低。未來除了買厝的人改變買厝的
类型，因为囤房税提高，可能部分厝主会起租金，所以租金甲房贷金额差不多，少年人可能爱用买，较不爱用租的。当然还是会想要，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就是刚性需求嘛。与其帮别人缴房贷，那不如我们自己帮自己买一个属于自己的资产。落实基大建议，政府与平均地权条例，佮推撒囤房税2.0政策，算是压差房的决心。不过厝价若要大落，恐惊嘛是无简单。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的 T-Pass 通勤月票7月初1开始施行，不过有县市表示讲，目前是还未摕到中央的补助款。最近有公路总局发公文，予伊强调，这本选就要注明 T-Pass 行政院通勤月票，若准无正是无都摕到补助款的，就拿赢机关质疑讲这是强迫宣传。行政院是强调讲，这宣传是惊民众自行错误，这礼拜地半钱。站门口搭 T-Pass 行政院通勤月票，还有专用通道。T-Pass 7月初1开始运作，不过台北市交通局6月底煞收到公路总局的公文，要求 T-Pass 相关的文宣广告在放的时阵，一定爱写 T-Pass 行政院通勤月票。若无配合办理，原本核定的相关补助计划就袂阁被查。烦恼会摕袂到中央的补助款，台北市交通局较紧做真侪加强宣传的措施。那甚至一些重要的站点，我们也有贴地贴以及挂立牌，还有都有张贴海报，就是针对这个 T-Pass 的部分去做一个加强露出，让民众知道目前有这样的政策，也鼓励民众能够来购买。台北市交通局讲，中央拨款上悬7成，大约13亿的补助款，甲单拢还未收到。虽然公路总局是澄清讲，通勤月票的计划早就伫6月初1核定，嘛有伫补助经费的额度，和 T-Pass 文宣加注无关系。但国民党议员批评交通部严重违反行政定律。我一方面呼吁行政院不要特别来要求这一点，二方面也希望我们地方的朋友也不要特别去解读这行政院要不要写的问题。是要提醒地方政府要注意到标示的问题，避免乘客呢产生困扰。也在本周就会拨付呢预付这个7月8月的这一些补助款项。所有的传言呢，实际上都不是事实。行政院长陈建仁讲，这礼拜就会拨付补助款。公路总局证实，初次已经针对800机头申请预拨补助款，已经发文拨款5亿，其中台北市2.2亿，基隆、新北、含汤园是2.8亿。记者综合报道。提醒观众朋友出国去佚佗时阵，千万唔通甲肉类的物件炸登到台湾哦，这会当保庇咱台湾的市地产业继续兴旺发。除了这口地要被培检，接落来也要拼传统地质培检了后，规年零确诊，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申请，甲台湾列做是非疫区。咱台湾的猪肉也会当扩大保疫。无论是青的猪肉，或者是加工猪肉，拢会当外销。到时阵就变做是亚洲唯一一个无口地疫、无地质国家咯。正好变的是物资，整理和洗拢较方便，佮有低保时价的男组，这些设备拢是家己民雄即间饲猪户参加政府饲猪转型计划了后做出的改变。就是一胎大概在11头左右，那如果以前的传统式畜舍比较差，可能会在8头到9头。全台湾有6,000户的饲猪户，产业链的产值是1000多亿。政府是积极在辅导转型，已经辅导16间屠宰分切加工厂，通过 HACCP 的认证。云林县长向这间屠宰场2当前通过认证。今年4月，菲律宾同意因出口猪肉。2个月前有通过那个可以把产品出口到菲律宾的资格嘛？那在大概下个礼拜，那个菲律宾的厂商他们也会过来这边跟我们洽谈，那希望可以洽谈成功，有这个机会。用石头提升国际竞争力，是因为台湾猪肉外销通路会扩大，传统低温会当消灭。在民国95年了后就无确诊，今年7月开始停止疫苗，全面满针，接落来几年拢无确诊，就会当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申请，甲台湾列作非疫区，代表台湾的饲猪肉、加工猪肉会当外销去更较侪国家。我要请所有农民放心吼，即马拢无病毒，所以疫苗袂使投资哦。绝对袂使投资，我爱拜托大家，虽然一针无几元，如果这个成功了，后年之后，安尼猪肉要卖日本就指日可待。饲
是伫互上困扰的三大猪仔病，靠第一，伫咧经过20几冬的拍拼了后，民国109年已经封列作非疫区。非洲猪瘟是世界团，亚洲间台湾和日本是排除的。目前上大的挑战就是脱离传统猪瘟的疫区。政府嘛呼吁勇士合作伙拍拼，为台湾写新历史。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台里的瑞星桥口有34只比赛伫咧用的粉鸟凤拼伫遐，甚至一寡粉鸟凤站长鸟仔骹加实骨完全无法度飞。这民代和动保处有去救援，也报警察调查。若做虐待动物的人，上重爱关到2年，而且罚200万。若讲到挑工放杀动物的人，上重会当罚到15万。34只粉鸟点伫台中台里内新桥骹，无论民众安怎挖紧，因拢敢来当走较紧的逃走。原来因一边的翅毛拢互剪掉，甚至佫互摆骹，完全失去飞行的能力，有性命危险。捌有饲粉鸟经验的饲养员江河秋接到通报，做动保处的人员展开救援。里面有2只都是脚断掉的，可是，在脚断掉里面，就是可看见它是飞到最后有参加到资格赛的。哦，你还对他们这样，钱恁赚去啊？没有利用的就要丢了。民代表示，因为粉鸟的骹拢有骹环，甲比赛假是用的吸管溜啊，是国内的毛原来有因参加比赛的因啊，应该拢是比赛用的，无利用价值了后，就甲乌白蛋杀，佮透过伤害身体的方式，互粉鸟无法度飞转去家己的小厨啊。台中市动保处表示，目前已经收容这个粉鸟啊，听候动物病院检查，确定牵涉到虐待，造成身体甲器官的残缺。下报请警方调查，饲主违反动保法，会面临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可上悬200万的罚金。如果确定的话，他可能就违反了动保法第25条，可能就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20到200万的一个罚金。那还有另外的就是弃养的部分，当然可以罚3到15万。动保处是讲会用心照顾这34只粉鸟啊，嘛会开放予民众领养，也是听候因有较好势，毛发济了后自然放飞，呼吁民众唔通乌白弃养，进一步造成生态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东有渔民进前掠到一只石礁鱼，伫台鱼啊林北来时阵，说是啉到一只这虫，因遐摇摇蛇。学者表示讲，这是一种寄生虫，大只鱼啊拢接看到。破开土土具清理北来，无想到摕出这个物件，竟然会震动。金骨的外表还佫有吸喙，渔民讲掠鱼10多年，毋捌看过，真正错一个。我嘛惊到啊！我哪会这物件会震动安尼啊？这鱼啊，胃内底物件我嘛第一届看的。学者讲，其实这是寄生虫的一种，全世界的海洋内拢有，常常会出现伫鱼的肠胃内，那种主食对咱人无败害。它长得很像水蛭，所以你可以看到有2个吸盘，非常的大，好像水蛭这样动来动去。好，它是属于全球性的分布。再一次说明它其实并不罕见。无论是井水鱼还是海鱼，拢有可能食到寄生虫。到市场参观，渔夫若是讲，会当伫处理鱼的时阵，先把规个北来啊、消化部位拢摕掉，再去小心冲好清气，就会当开始料理啊。一般来讲，他们有时候会吃像一些甲壳类，像贝壳啊、小螃蟹或小虾，有时候还有一点小鱼，一般都在它的胃啊，它的内脏。渔夫来讲，鱼仔嘛定定会食一寡有壳的、甲海底的小生物。民众若伫处理的时阵，爱特别细致，唔通甲胃的部分吐破，嘛爱会记哩爱煮好食，食了才会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当年中原普渡这新德县的客家庄，拢会举办台猪公的比赛，引起不少动保争议。为了要兼顾着文化甲友善动物，北部乡公所特别用新猪的钱筒啊呢，这款的公益活动代替传统台猪公的仪式，而且这寡钱也摕来做公益。家人家家落入去钱筒啊内底，每一只猪公拢互人饲饱饱，用传统签啊一称。重量超过26公斤，大家拢讲用这款的方式来代替传统客家庄的新猪比赛，有无同款的意义？以环保的角度来说，就是这样就比较好啊，就是不用杀猪，然后又可以大家团结一起存钱，看谁存的比较多，这样。觉得很好，因为不但可以存钱，然后也可以不要把猪杀掉。新德县北部乡发挥创意，举办饲新猪钱筒啊活动，目前总共有26个单位参加，
活动一直到8月26日，后续会甲收回来钱桶啊，转手捐予弱势团体。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转换的模式那可以符合，既可以保留我们传统的文化，那也可以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个潮流，又可以做公益。那目前我们最北的是在新北市那个我们的这个动物大学，那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动保团体动保协会。那最南端的是到我们的屏东南州市农会。乡长表示，第一届新店鸡汤冠军重量有105公斤，今年希望出现130公斤以上的大新店，希望大家做伙来参加，唔但环保，又阁会当做公益。记者刘君豪新店报道。即马是酸亚当咧大出的季节，今年雨水少，产量变济，煞变做是败市。台南市农产品促销协会为着要甲农民斗相共，有背3000斤的酸亚，举办市场背食酸亚饼的比赛，伫现场要传3000碗，要来互这民众食面子。采访法开始，参赛者拼命要把这碗酸亚饼吞落去，就算食甲塔卡巴巴，嘛是一喙过一喙。除了食饼比赛，现场嘛有3000碗的饼，互乡亲免费来食。一透早来排队民众，吵，不管日头有偌大，就是要等食这碗清甜的酸亚饼。来这顺区的组员就得第一名。台南家的酸亚最好食，所以讲我有睇到就欢喜的。最主要我们是要来推销我们在地的芒果。台南市农产品促销协会甲农民买3000斤的酸亚，去举办食饼比赛，就是要替农民斗行销。因为台南市全台种酸亚的大产区，改良品种的面积将近有7000公顷，产量估计有89000吨。今年因为无雨水，肥料较济，产量嘛比去年增加，果粒煞较细。实在去玉井的青果市，侪农民怨叹销路真歹，价上嘛对咧啦。这酸亚卖出去啦，就看会当咱再种，政府会当咱再种，这好行啦。另外这堆伫遮，你今年就落了剩40-50吧，就无法度啊。你货济就一定若无人来买。今仔日卖无去，明仔就一定放啊！其中每只酸亚比赛已经连续举办12档，来参加的人一档比一档较济。可能希望政府会使斗行销，把台南上好食的酸亚推广出去。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台湾各县市拢有推出着女性路线的导览活动，中华梦想馆伫今年也规划出一条彰化市女性路线，即阵当咧进行这导览员的培训，未来要用女性的角度讲出在地故事。左边是男生，嘴巴怎样？那边嘴巴，女生嘴巴闭起来。这是中华开化市。庙前这对石狮，倒手边讲的嘴开开，代表查甫是出嘴在趁钱；正手边这只母的嘴合起来，身躯边阁有狮仔囝，这是较早社会重男轻女的表现。中华梦想馆今年规划一条中华女路的导览路线，要用女性的角度来看过去的历史发展。依咱三囡仔的路线来考虑啊，即届为譬如讲，阮咧带拢是为火车头，慢慢行到孔子庙，一直骑到咱的迄个美术馆。所以即个路程当中，我去找甲咱查囡仔有相关的。为中华火车头出发，先经过日本时代的高平价酒家，女性做家庭代工的布置，最后行到台湾唯一一间有独立建筑的中华结校书。主办单位目前正在进行在地女性导览员的培训，让学员实际行一转，体会在地的女性故事。那早期女性敢来从事比较厨房洗菜，还是服务女佣的工作？查某人其实嘛会在做足侪代志。是讲以前不容许我们去尝试啊。即摆时代是以男女平等啦，所以我感觉若了解这个宗教的这个文化，以及这提升咱女性的一寡观念是很好的概念。主办单位表示，这摆行的路线其实是彰化市最有名的景点，但是过去拢无注意到，伫遮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实有侪的在地文化故事。希望透过女性路线的导览，互民众思考生活中性别平等的议题。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云林虎尾的建国馆村是二战时期日本新防特工队的训练基地，就要变作是空军的馆村。不过2006年了后，却规个爬远去。最近在地少年人重新规划，要改变作是馆村造卡。这礼拜六暗时7点半，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梦，要来带大家来看这群人安怎把馆村的基地，搁再找倒转来。像我从比较熟的地方翻。翻的时候哈，因为要洗。是啊，你怎么办？不是因为你的方法跟我不一样啊。加入云林虎尾建国馆村，社区的妈妈当地煮传统的馆村菜。馆村再造协会总干事罗文香，家己厝规划做馆村厨房，带在地文化工作团队为整修馆村，到家己基地的气味吹转来，用行动来传达馆村文化独有的人情味。讲实话吼，有时阵甲外口的人讲我的专业是做文化保存的，感觉讲这若是专业会好挑战啦。所以我知影讲，食这个物件是真正会使上紧，互大家知影迄文化无共。团队的文化保存计划，唔那伫咧云林实现，也个扩展到新北市的高中啊，对老矿工的脚步，了解永年乌涂炭辛苦的过程，应把这段历史记录落来，用文化设计把台湾消失的故事重新呈现。看到这个东西，顺便给你们讲解一下，你们在去郊外去郊游的时候，看到有种植的地方，代表这个地方非常安全。矿工较早是做建头的、做无路用的人，但是我了后做这文史馆，我才知影矿工很伟大。矿工曾经是较早富国深山。因为咧炭工咧讲一个物件时阵，伊嘛是一个情境落去，所以讲阮就感觉讲也无用一个画面来解说，讲这个画面内面有偌济矿工的用语，安尼可能会较好了解。台湾的风貌多元，毋过共款面临消失的危机，当一代疼惜的过去。在少年世代文化团队当中找到生机，应用文字、图画、相片甲假实，互社会大众理解台湾的历史，用行动互文化会当继续保温，维持热度。记者罗秉祖、梁新维，云林新北报道。天气报人知讲到这款热翕翕的天气会一直热到礼拜，也若桃园以北也个花莲台东温度有可能来到37度以上，其他所在也有35度、36度遐悬。也若各地头中昼时阵，这紫外线指数拢会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的等级。民众出门在外，即日做活动的时阵，就要加啉寡水，也要避免互日头晒到。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9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5度，嘉义到屏东对26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7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